平時早餐唔知食乜嘢，又或者冇乜胃口，唔想煮餸嗰陣時，我都中意蒸翻啲米粉，簡單方便又營養好味。嫁過嚟咁耐，一直都係食我哋南昆山嘅龍門米粉，試過嘅朋友都話正。提前用暖水先浸佢15分鐘。牛肉呢，我中意買雪花或者係吊龍，俾啲薑蔥水、生抽、蠔油、番薯澱粉，炸拌均勻之後，落啲花生油封住調味。靚嘅米粉呢，浸好咗之後都唔會發到好大一餅嘅。好多朋友嚟我哋龍門南昆山或者浸溫泉，都會帶翻啲龍門米粉返去噶。瀝乾水分之後，俾啲生抽、蠔油、少少芝麻香油，撈均勻熱個底味，擺入蒸盤度，再鋪上啲牛肉。牛肉呢，要盡量平鋪開嚟，咁樣先會熟得均勻噶。中意嘅話，仲可以加翻啲榨菜。水滾上鑊開始計時，大火蒸佢5-6分鐘到。最後灑啲蔥花，淋翻啲味油，咁就搞掂食得噶啦。簡單營養又好味，全家大細都中意，你都嚟試下啦。